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又返到嚟尋源探秘嘅頻道，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智澄。今日會同大家講啲咩呢？喺未講啲咩之前呢，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例如訂閱我頻道，俾個 like 我，幫我分享出去。當然，你哋意見對我嚟講係最重要嘅。例如你想睇啲咩嘢，或者聽啲咩嘢，甚至想我同大家分享啲咩嘢呢，都可以喺度提出嘅。多啲互動呢，有機會令到點擊率再次增加。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啊！同埋呢，我訂閱人數呢已經超過1萬位啦。我將來呢，希望會設立一個會員頻道，用每個月好低廉嘅價錢呢，就係提供更加多服務俾大家嘅。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好啦，今日要講咩呢？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關於通靈嘅一啲事情。我用中式嘅玄學同道家嘅概念去分享，究竟玄學同埋道家對通靈有咩見解，同埋一啲危險性，有咩需要去提防嘅地方呢？我都會提出嚟嘅。好啦，首先呢，我會揭開一啲通靈嘅面紗先，坊間一啲迷思同埋道家玄學嘅真實代價。嗱，首先希望大家知道呢，有陣時呢，我哋人呢對未知嘢呢，通常呢都充滿啲迷思同啲敬畏嘅。自古以嚟呢，人類對於未知世界、死後生命同埋超越常規嘅感知能力呢，都係抱住一種強烈嘅好奇心。通靈呢個詞語呢，喺現今社會呢係並唔陌生嘅，即係話呢，佢係被包裝到一個特別神秘啦、強大啦，甚至呢令人嚮往能力。加上呢，無論網絡上嘅靈異故事啦、影視上面嘅作品渲染啦，同埋 New Age 嘅一啲修飾同埋推廣呢，就令到呢股傳說呢更加之吸引人。但係當我哋將流行文化嘅包裝除開先，回歸到中國傳統嘅玄學呢，同埋道家哲學嚟睇呢，呢件事係咪真係好似出邊所講嘅咁神奇而百利而無一害嘅呢？今日呢，我會帶大家去破除坊間對於通靈嘅誇張誤解，又運用中式玄學同埋道家陰陽血氣神明嘅學說呢，深入剖析通靈對我哋嘅心靈可能造成巨大衝擊，同埋真實上有咩危險性嘅。好啦，第一部分呢，我先探討下坊間對於通靈嘅誇張效果同埋錯誤嘅說法。喺探討傳統學說之前呢，我哋必須要釐清呢，大眾媒體同埋坊間傳聞中究竟有邊啲被嚴重誇大同埋誤解嘅通靈神話。首先所講呢，通靈呢都被包裝為全知全能嘅神仙錯覺。坊間最常見嘅錯誤觀念呢，認為呢，一旦能夠通靈之後呢，或者連接咗某個高靈呢，就能夠擁有全知全能嘅能力噶咯。好多人呢，以為通靈者呢可以輕易預知六合彩開咩 number 啦，股票邊隻股票升定跌啦，同埋呢可以完美預測到究竟你同你另一半會唔會一齊啊，或者其他要預測未來發展嘅事情，每一細節呢，靈體都可以知道嘅噃。但係真相就係，即使喺傳統玄學認知之中呢，靈體無論係屬於軌道或者其他維度存在呢，都係另一種形式嘅能量嘅啫。佢哋有佢哋嘅局限性同埋執念同埋認知嘅盲區嘅。所謂嘅靈呢，並唔係等於道或者真理嘅。好多時候呢，通靈者接收到資訊呢，係破碎、主觀，甚至具有欺騙性嘅。盲目相信啲資訊呢，往往做出一啲錯誤嘅現實決定。另外啦，由於電影般嘅戲劇化物理現象呢，去將一件事件呢變得更加之令人覺得誇張，同埋覺得好神奇啊！荷里活電影啦，或者靈異節目呢，或者視覺效果，通常呢將啲通靈啊，或者附身呢，即係啲鬼上身，描繪得呢極度誇張。例如呢，個人會升咗半空啦，又或者雙眼發光啦，甚至呢好似驅魔人咁呢，個頭識360度轉嘅，擁有呢超越人類嘅物理力量，或者呢令到周圍啲物件呢會轉動啊，飛嚟飛去咁嘅情況。
呢啲通靈嘅效果咧，只會喺電影裏面出現嘅。而真相咧就係呢種極端嘅物理干涉喺現實中咧，基本上係唔會存在嘅。如果聽過鬼故嘅話咧，亦都知道曾經有一個情況咧，啲家私俾人飛到亂晒咧，唔係靈體俾佢啲家私空中飛啊，係另一種方法嘅。不過咧，大家想知道咧，就要睇翻我之前講嘅鬼故。通靈嘅本質咧，更加多咧係意識邊界嘅模糊，同埋精神層面嘅感知異常，將主觀心理體驗咧誇大成咧客觀物理現象咧，係坊間最易誤導大家嘅一種特別嘅噱頭嚟嘅。另外啦，第三個要點咧係更加之麻煩嘅，就係咧成日講一樣嘢咧，就係只要心存善念咧就好安全。呢個危險預設，近年嚟咧一啲新興嘅潮流或者一啲通靈啊，一啲其他靈修學派咧提倡咧人人都可通靈嘅，認為咧只要帶住光同埋愛咧，心存善念咧，就可以安全到連結所謂嘅一啲高靈或者指導靈。係咪你自己聽過或者聽朋友講過呢？但係其實咧真相咧係非常之危險嘅誤解嚟嘅，就好似咧你以為咧打開屋企道門咧就會貴人入嚟咁，但係可能最先入嚟嗰個咧可能個流浪漢啦，甚至係一個賊匪嚟嘅。喺冇經過嚴格身心訓練同埋防護嘅情況之下咧，隨意放開自己嘅意識邊界咧，極容易引發心理層面嘅解離同埋精神狀態嘅崩潰嘅。另外咧，有好多人咧會將通靈咧當作逃避現實嘅途徑嘅。好多人尋求通靈咧，係因為現實之中咧遇到感情挫折、財務危機啊，甚至事業上咧出現瓶頸嘅狀態，佢哋錯誤地咁以為咧透過通靈咧就得到指引同埋加持，就能夠逆轉人生不勞而獲。真相就係將啲命運交託於未知力量同埋心態咧，正係心理學咧裏面講嘅外控型人格嘅極致表現。佢令到人咧喪失面對現實嘅勇氣咧，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嘅。最終咧不單止問題解決唔到咧，反而咧會陷入更加深嘅迷惘裏邊嘅。而家咧某程度上咧已經釐清咗坊間嘅迷思啦。等我哋轉個視角，用中國傳咗幾千年嘅道家哲學同埋中式玄學去剖析通靈嘅本質。道家睇世界嘅底層咧係陰陽同埋氣，陰陽相沖咧就會出現生理上嘅耗損陽氣。道家認為咧宇宙萬物係由陰陽組成嘅。而家生勾勾嘅人咧，肉身同精神結合咧，屬於以陽氣主導嘅身體，而所謂靈體咧係失去咗肉身噶，屬於純陰之氣。有陣時有一句說話咧，成日都有講嘅，就係人鬼殊途，陰陽相隔。不單止咧係一句俗語，仲係能量運作嘅一種鐵定嘅規律嚟嘅。當人進行通靈嘅時候咧，本質上咧係進行一種強行打破陰陽界線，讓極陰嘅能量咧進入身體或者干預身體。對以陽氣做主動嘅身體會帶嚟咩後果呢？第一就係陽氣枯竭啦。陽氣咧係人體免疫力、生命力同埋活力嘅來源。頻繁接觸咗陰氣之後咧，會導致自身陽氣咧被強烈消耗。另外咧，講到生理表徵上面啦，喺中醫同埋玄學上嚟睇咧，呢啲人咧往往咧就面色青白啦，就雙眼無神啦，印堂發黑。佢就會變得非常怕冷啦，手腳冰涼，免疫力都會下降嘅，好容易咧患上各種難以根治嘅慢性虛寒嘅疾病。呢個唔係神秘詛咒，或者唔係俾人攞降頭，唔係俾人中咗咩蠱咁嘅情況，係身體能量系統咧長期處於失衡狀態嘅自然反應嚟嘅。即係本應咧你係屬於比較以陽氣主導嘅，成日通靈咧就變咗大陰氣，所以就出現呢個問題噶啦。另外咧，精氣神外泄就會另外一種付出嚟噶啦。通靈嘅能量代價咧，就會用到精氣神。道家嘅內丹學說強調人有三寶：精氣神。精係肉體基礎，氣係能量嘅流動，
神係意識嘅主宰。坊間以為通靈咧係無本生利嘅，但係道家嘅概念就係世上咧係冇免費嘅午餐嘅。通靈嘅過程咧需要極大強度嘅精神集中同埋能量嘅消耗。靈體本身咧係冇肉身作為能量來源嘅，佢哋同人體連接嘅時候咧，往往咧係吸取通靈者精氣神咧嚟維持呢種連結嘅。即係平時咧你撞鬼都會出現精氣神嘅消耗嘅。長期以嚟咧，通靈者嘅神咧會被耗散，導致記憶力衰退、精神恍惚、元氣大傷，好似一個被過度透支嘅電池咁，最終走向滅亡。另外啦，神不守舍同埋喧賓奪主咧，都係更加恐怖嘅其他過程嚟嘅。心理同埋精神都會出現崩潰。喺道家醫理裏邊咧，心臟神係好重要嘅。我哋心智同自我意識咧，應該穩穩咁安居喺我哋身體裏邊，呢叫神明內斂。通靈嘅過程之中咧，往往要通靈者放空自我，放棄意識控制權，俾外來意識介入。喺道家睇嚟咧，呢個係極度危險嘅。打開門口咧，就俾個賊匪入嚟。最嚴重咧，甚至會出現一種走火入魔嘅情況。當你自我意識習慣退位咧，你嘅心智防線咧就會變得極度退弱。喺現代醫學嚟講咧，係極容易誘發嚴重嘅精神焦慮啦、幻聽、幻覺同埋思覺失調嘅。再誇張些少咧，甚至會出現喧賓奪主嘅情況。玄學上咧成日講引邪入體，當人長期出借自己嘅身體埋意識咧，久而久之咧，外來嘅雜念或者所謂陰氣咧就會變咗主導啦，即係所謂有些少誇張啲叫奪舍情況。通靈者咧，佢發現自己情緒咧變得暴躁啦、陰沉、喜怒無常，甚至做出完全違反咗本性嘅行為。佢哋失去作為人嘅最寶貴嘅東西，就係自我意志嘅獨立性。而最後一點咧，就係命理嘅因果同埋成負，洩漏天機同埋有咩弊處同埋有咩缺點呢？喺中式命理因果學說裏邊咧，道家就稱為成負。宇宙運行咧有客觀嘅規律嘅。如果一個人透過啲唔正確嘅手段咧，例如通靈咧，去探知唔應該知道資訊咧，甚至試圖干預其他人嘅因果業力咧，就會稱為逆天而行或者洩露天機。傳統嘅玄學認為咧，呢種行為咧要擾亂天地嘅原本嘅秩序，宇宙平衡咧就會產生反作用力。呢個反作用力咧，往往會反噬到通靈者嘅自己啦，同埋佢哋屋企人嘅身上嘅。傳統民間成日講咧，從事呢行業嘅人咧，最終難逃咧一啲弊處嘅，例如可能會冇老婆啦，或者老公走咗佬啦，或者老公死咗啦，一生孤獨啦，甚至咧身體殘缺。另外咧會缺啲咩咧？就會缺財啦，缺你嘅生命嘅能量咧，即係身體差啦，缺權，即係權力都會冇埋嘅。呢個唔係神明嘅懲罰，係違反自然規律、能量失衡嘅必然後果嚟嘅。所以通靈咧，亦都會受到呢咁嘅影響。最後咧就講到結論啦，我哋咧應該順應自然，回歸現實。準確嚟講咧，坊間咧將通靈咧美化成一種超能力或者心靈捷徑，唔單止係錯誤嘅，仲係危險嘅。無論現代心理學對精神分裂嘅擔憂，或者從中式玄學與道家對陰陽血氣神明嘅嚴謹論述嚟講咧，通靈都係一場以構知自身生命力、理智、命運代價嘅危險遊戲。即係咧，同近來咧出現公關災難嘅懲教處事件一樣，你去玩通靈嘅話咧，同你去吸食毒品，結果亦都一樣，最後可能咧連命都冇埋嘅。道家哲學嘅最高境界咧，從來唔係追求睇見鬼神，亦都唔係追求神通異能。老子喺《道德經》強調嘅係清淨無為同埋道法自然，主張係將我哋嘅能量同身體同大自然融為一體，呢個先真正係一個道家修為，或者係人應該點將靈修到最清澈嘅一個狀態。
真正嘅修行呢，係修身養性，將我哋有限嘅精氣神呢，用嚟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安頓好自己嘅心靈，喺現實之中呢，踏踏實實咁盡好咗我哋作為人嘅責任就可以噶啦。如果你對宇宙生命感到好奇呢，可以通過有關哲學啦，學習科學或者正念冥想嚟提升自己嘅心智，而唔係將意識嘅控制權呢交俾未知虛幻。記住啦，保持陽氣充盈，內心光明，腳踏實地咁生活呢，先係最頂級嘅護身符，亦都係我哋生而為人最珍貴嘅修行。好啦，今日講關於通靈嘅嘢呢，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嘅頻道，多謝大家，拜拜。